可唔可以講下呢個第一間喺香港嚟講嘅電動車電池處理設施就其實上個月起已經係正式投入營運㗎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處理到邊類型或者邊啲嘅電動車嘅電池喺成個收集啦，去到運輸，去到拆解、處理成個嘅流程其實係點嘅咧？好多謝啊！其實呢幾年大家都見到咧，特區政府係大力推動我哋電動車嘅普及，而且個成效係非常成功嘅。咁我哋電動車嘅數目啦，其實已經係超過17萬架啦，對比2021年係增長超過6倍啦。今年2月我哋亦都係公布咗更新咗嘅香港電動車普及化嘅路線圖。所以電動車越嚟越多嘅時候，佢個電池完成咗佢個使命之後，點樣處理呢？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所以尋日開幕落成啟用第一間喺屯門環保園首間動力電池處理設施咧，喺我哋綠色產業嘅發展就好有重要嘅里程碑意義啦。第一，佢就喺一個綠色產業個升級轉型嗰度啦，即係以前香港係冇呢啲處理設施嘅。以前個處理就係好簡單，將呢啲電池絕緣啦，運去外地去處理。咁而家我哋有咗呢個新嘅設施呢，係一個由0到1嘅突破，每年都可以處理1萬公噸嘅退役電動車電池啦，即係大約係2萬至3萬個電動車電池嘅一個嘅板塊。咁亦都係用咗一個人工智能啦，同埋自動化嘅一個專利方案，轉化做個再生黑粉嘅供應去內地啦，同埋周邊地區係做原材料。咁第二個意義就係轉廢為寶，促進呢個循環經濟嘅發展啦。其實電池咧，佢用完啦，佢係一個有毒嘅化學廢物嚟嘅。佢嗰啲重金屬啦、鋰啦、鈷啦、鎳啦，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對環境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佢處理得好咧，就可以成為非常之有高價值嘅貴重金屬嘅原材料。正正就係今次呢個設施咧，係可以幫我哋將佢變翻做有用嘅原材料咧，投入翻嗰個產品嘅生產，成個閉環管理就完成咗個週期，就個循環經濟。第三都好重要，就係對接國家嘅15規劃，落實我哋無廢灣區嘅資源循環。因為我哋就係可以將呢一啲電動車電池用嗰個專利方案打成呢個轉化成呢個再生黑粉，入邊有我哋頭先所講嘅貴重金屬啦。咁呢啲資源其實喺全世界都好渴視嘅，好需要。咁特別國家有完善嘅產業鏈啦，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大灣區一個資源循環，就可以做翻呢一個原材料嘅可持續發展，就生生不息咁樣落去嘅。